美東時間6月5日盤後，博通發布 Q2 財報，數據顯示第二財季博通銷售額同比增長20%至150億美元，略高於分析師平均預期的149.6億美元。調整後的淨利潤為77.9億美元，同比增長44%。調整後的每股收益為1.58美元，好於分析師平均預期的1.56美元。其中二季度 AI 收入增長46%，較前一季度的77%增速明顯放緩。儘管博通 Q2 營收創新高，但 Q3 指引未達最樂觀預期。根據指引，預計三季度營收約158億美元，同比增長21%，但仍低於部分分析師預期。市場分析認為，博通對第三財季的業績指引顯得較為平淡，表明細支出的熱潮並不像一些投資者預期的那樣強勁。受此影響，博通週四美股盤後跌超4%。與輝達一樣，博通被視為 AI 支出激增的主要受益者。自3月發布第一財季業績以來，該股股價已經上漲了30%以上，市值達到1.2萬億美元。其中大部分漲幅來自近一個月，在曬設備快速建設的推動下，市場預期推動了這一增長。但這也意味住，即使博通公佈的 Q2 業績超預期，仍難以令投資者感到驚喜。